自2026年8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凡事感谢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腓立比书第1章第10到11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腓立比书第1章。我保罗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阮写批互住伫腓立比，甲属基督耶稣拢总的信徒，以及各位监督甲执事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我特别想到恁的时，拢感谢我的上帝。特别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，拢用欢喜的心祈求，因为恁对头一日起到现在，拢有同心协力地传福音。我深信，迄位伫恁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会继续甲迄个工作完成，直到基督耶稣过来的日。我常常在想念恁，对恁众人有即款的心情是当然的，因为无论我现在伫监狱内，也是以前为着福音辩护甲作证的时，恁拢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赐。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，偌尔想念恁大家，上帝通过我作证。我所祈求的是安尼，恁的听会哪加添，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，互恁会晓分别什么才是上好。安尼伫基督的日，恁才会成做纯洁无通嫌的人，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的好德行。通将荣光甲学乐归乎上帝。凡事感谢。中世纪神秘主义神学家梅瑟艾克哈特捌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假使你一生唯一的祈祷是感谢，安尼就够业。这句话的含义是，当人心怀感恩，毋但会当甲上帝有真深的连结，搁较会互人看见丰盛，搁感觉喜乐。这所谓的丰盛，已经受重新定义，伊毋是指上帝满足咱所有的需要与欲望，是咱知影所拥有的一切拢是来自上帝。因为安尼，无论咱拄着顺境还是逆境，拢因为上帝掌管生命，就感觉喜乐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，拄好身陷灵湖，在坐监，面对着罗马帝国的审判。照常理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应该会当伫基督中向上帝诉苦，祈求伊开路接着。不过，保罗的第一句话却是感谢上帝。保罗回忆过去，腓立比教会捌提供财务援助，帮助伊伫马其顿的宣教事工。想到因所做，保罗就拢用欢喜的心祈求，因为因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就愿意伫传福音的工作顶面协助伊。可见保罗的眼光不在人，包括家己的现况和别人的表现，是定睛伫上帝点伫人生命中的作为。保罗认为，因愿意参与福音的事工，伊称作美好工作，并毋是由因主动开始，乃是上帝感动因开启。伊深信上帝会继续这工作，
搁伫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完成伊。因为安尼，保罗面对监狱的受苦、心境，和过去伊自由之身传福音的时日同款，伊乐意甲信徒做伙分享上帝赏赐伊的特权。特权伫原文意思是恩典。伫世间人的眼中，坐假是一种见笑，但是伫保罗的眼中，会当为着福音受苦，是上帝赏赐的私营与恩典。保罗所看念的，毋是个人安慰，是福音是毋是会当持续被传出去。因为安尼，伊为着菲律宾信徒会当含伊做伙参与福音事工，向上帝献上感谢。回想一下，你的祈祷通常拢是怎样的情形呢？是懊恼和感谢，还是哀叹和祈求呢？扪心自问，咱的祈祷是毋是大部分拢是哀叹和祈求呢？袂当否认的，哀叹和祈求也是重要的祈祷。但是祈祷中若只有剩即两项，将互人落入一种试探，就是仰望透过上帝赏赐，互家己会当凡事靠家己。懊恼甲感谢的祈祷，就是承认家己就算看袂到前方的道路，就算身处逆境，也要相信上帝得掌权。凡事感谢，互咱会当将生命主权交托互上帝，互伊亲自引带。默想，身在逆境的时，我的眼光是定睛伫困难，还是上帝的作为？愿我常常以感谢祈祷，全然交托上帝，相信伊必然负责到底。身在逆境的时，我的眼光是定睛伫困难，还是上帝的作为？愿我常常以感谢祈祷，全然交托上帝，相信伊必然负责到底。咱来祈祷，带领人开启美好时光的上帝，感谢你伫我生命中的引带，互我无搁再企图掌控一切，反正是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，拢互你亲自同工。感谢你保守我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